伊煮的母娘。乌头鬃强尾卡着我，毋过阮遮算一个仔五子棋，姑娘仔就行过桥，嘟嘟嘟爬起来二楼。甲平常共款，因恭恭敬敬行一个礼，坐伫走廊丢独一个，试药课第一个徛起来。这是我的房间啦，免细字，紧入来。大约算1点钟了，家人去这间旅馆的室内浴场洗温泉。因一直招我同齐去，毋过有3个少年查某，我就提讲，我等下才去。一下仔，母娘一个人爬来楼顶，转试药课的话讲，阿嫂讲，请你去，伊要甲你撸骹才拼。我无去浴池，就和母娘算5子棋。伊行了实在真好，算这忙的时，我拢真简单就拍败的棋子甲其他的查某。5子棋我真熟手，大部分拢赢人。搭会当毋免让手甲伊算，我感觉心情真好。因为简单阮2人在算，拄开始，伊坐远远，手伸长长放子仔。毋过渐渐伊就算甲入神，专心仔伫棋盘顶面。伊迄水甲无自然的乌头鬃强尾卡着我的形情。忽然，伊满面人记记。是嘞，我会红骂，讲了就机智囥咧，走出去。因老母迄时拄徛伫公共浴场头前，试药课和尤理课嘛雄雄公公为浴池起来，无过上2楼就走转去啊。即天，下棋子嘛伫我的房间自早起算到尾暗。孙仆阁亲切的旅馆头家娘提醒我讲，请即种人食饭是加了的。暗时，我去因的小客栈，母娘拄底甲老母学单啥物线，看到我来，伊冻点，听老母的话就搁冒起啥物线。当伊的歌声小可较悬，因老母就讲，毋是讲过，莫遐大声。下棋子封叫去对面餐厅2楼的宴会，敢若当底念写，为遮看会到。伊底念写，迄是要求啦。